这些年来，有冇注意到台湾嘅客家人会演嘅变多咧？客家庄有冇建育不哩呢？文化也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多元呢？假使讲有嘅话呢，那就表示客家人嘅出群意识在台湾已经提升。陈水扁总统伊喺台湾之治，也係客家之治，也嘅祖先係從福建招安，也嘅客家體系過來。陳水扁總統因為成立客家委員會，也本人客家人一個客家電視台，才帶好地方成立客家學院，舉辦非常多嘅客家活動，為呢客家人。行出赤壁港，跟客家人行出新型。陳總統講，佢50歲將學講客家話，感覺真排斥。佢希望個人屬於客家人，大家來學講客家話，佢做客家肢體，希望客家人做得企出來，行出來。睇上講，我係客家人。台灣。一個多族群研究成嘅以前社會，近30多年來，學落客家嘅早期移民，以及南島移民族，再加上後來嘅新住民，使得在地方當中只有密切嘅安排嘅東西，在充分勞融合之間，展開嚟豐富多樣嘅面貌。從我苗栗公館鄉了解愛斷嘅社會上，就為移民嘅客家人一路辛苦保衛家園嘅見證。在賀龍溪流域來講，石圍牆係最好開墾嘅一笪地方。當時河北嘅大石頭做圍牆，一個圍牆佢有2種用意，一種就係防土、防雨第二種用意防水。當太水來、洪水來時佢可以擋一下。所以個石圍牆佢會有2種重要嘅意義，所以當時嘅人就將佢提名到石圍牆係安來。族群之中，特別係客家人，他鄉及故鄉嘅推薦精神，不斷嘅克服艱苦嘅環境，力求突破，建立新家園。從17世紀到19世紀，客家人要去當地山島田寮、地貧民困，爭相吐污水溝來台灣。佢哋冇定翻頭土嘅禁令，破定6死3流1回頭嘅宣傳，表示來台灣謀生。離開台灣之後，又冇定嚴重偏拖，開墾台灣嘅土地，一直到後期平地開墾地起，客家人要開拓台灣嘅中部、北部以及東部一道交通阻隔、妨害嚴重嘅山區地區。故所講客家人冇是推墾嘅精神，做得到早期美國人開拓西部嘅情況來相媲美，也因為安尼，台灣達到了全面嘅開發。因為清朝初年太流廣東福建兩線印度天少冇法度好談實所以福建廣東兩個蔬菜兩個地方真多人攏遷徙到台灣。根據史料文獻嘅記載，福建、廣東客家人進行大批移民台灣，係清朝康熙20年以後嘅事情。以福建省社會院為例嘅，從地緣關係來看，佢到台灣係以水之隔，再加上兩地交通相對嘅唔方便，自然生活環境就比較差。故所當然有兩地遷徙到台灣嘅客家移民比較多，像係陳水扁總統。行政院長姚錫堃院長以及客家委員會葉喬蘭主委，以及一度嘅政府機關署長，佢哋組成係當傑出嘅社會客家後團。相當部分嘅招安卡喺台南嚟一帶嘅親像現時的總統陳水扁先生，佢嘅祖先就按照研究起來，應該係
天也创新宫的铺推啊，天过了台湾的观天里个蔬菜的开垦，天咯清朝甲创新宫挂顺长客松甲绵梦之后去进到创新宫的军队这条靶向呢，搁西前的台流，西前台流，但是招安卡招安卡甲困住，因为台流的影响你也真难过年啦，所以大部分拢留咧台湾，留咧台南，留咧台南甲这边的开垦的生活。以目前来讲，台湾客家人口一般估计应该是400到500万，大约占了台湾总人口的12%到15%左右。但係客家人卻會從台灣頭分布到台灣尾，係具有影響力嘅高度關鍵族群。因為佢係台灣第二大族群，客家人在台灣嘅政經商教文化各界造成有相當傑出表現嘅意思。特別宋朝家因為先民的北方，伊都也廣東一帶地方咧，而富士定居家原來迄都嗰搭嘅土著所以也講原住民就定居按住民嘅住，跟人啲北方來嘅也就出權就定居按客，後來也就出權慢慢就演變到佢睇講客家。因為台灣的客家，雖然傾向係講客家話，不過就中國大陸嘅客家人200-300年來就有所不同。哪裡不同呢？因為呢客家離開呢影響，就係中國大陸嘅南方，離開影響以後向海外發展，海外發展就係講。新的天地做嘅海嘅變所以變到你台灣嘅客家變到就係那人嘅海洋嘅客家樣，向海外發展嘅，有發展嘅目標做一個海洋方面。由於歷史條件嘅不同，時空嘅阻隔，台灣老中國大陸嘅客家莊所建立起嘅家園水平已經大不相同。為了對福建漳州嘅客家有所認識，客家人向前行節目小組決定前往小灣縣，只係冇想到天數偏僻，腳下嚟一台做得走長長嘅車嘅，從廈門過來至少行外3點鐘，道路還在整修，一路行來相當辛苦。福建漳州小灣太平鎮配合村人口大約有6000人曬。大部分鄉村，也大部分係客家人。村民生活簡樸，以務農為生。平常時，亦少有外人來拜訪。因此，當看到有節目採訪小組來，給你顯得稀奇。所以它這一邊都是那個加的，我來再加的。不然的話，這一邊。俗話講，逢山必有客。福建小灣縣嘅客家莊。看起來像一個遺世土地嘅生活契樂，同時也讓人回想起台灣20-30年前嘅生活情景。這個就是那個，這個就很清楚的一個土樓的樣子。就在對面。就在哪邊？哦，在對面。在對面的。客家人向前行，建立台灣新家園，定下繼續為人介紹。
是石文燕係位在於福建廣東連接嘅一座小城，故稱為懷恩。自明朝嘉靖9年之間，到今將近有480年嘅歷史。至於石灣客家人人口，大約佔嚟14萬5千人左右。福建这边呢，就是说现在3个镇，就是秀壮镇、关闭镇、霞各镇、太平镇、红星镇，主要分居在这边。太平的客家话可以学关闭、秀壮客家话，关闭人没办法学太平的客家话，讲不来，他很难讲，很难转过来，很难转过来，就是这个。所以关闭的客家话是比较顽固的，那个假如腔调跟它一形成。关闭客家话那种腔调一形成很难改变，有时可能因为腔调之间可能不大准，我讲一下可以。你就用你太平的，对。壽堂、菜片村就半年了，總共就5層，第1層50件，第2層60件，第3層70件，第4層80件，第5層90件，一共350件。用秀壮话叫壽堂，有菜片村，有半年了，總共有5層，第1層50件，第2層60件，第3層70件，第4層80件，第5層90件，總共350件。这个是秀壮话，它的声音调是比较那个柔软哈。秀这个关闭话来讲，那个关闭话的壽堂有半年了，總共有5層，第1層50件，第2層60件，第3層70件，第4層80件，第5層90件，總共有350件。这个是关闭客家话。福建石灣客家嘅第一站就在太平鎮柏業村嘅神道路，一步一步嘅展開。全部柏業村有13座自然村，神道村比較偏僻，距離石灣縣上有20公里。神道路大約在1650年前係建造嘅，算已經有350年嘅歷史。第八度有18件嘅屋嘅，其中1件係住室，1件門樓。門樓頭前有壁堂，背靠泰山，係典型嘅客家屋嘅。儘管外表抒情係水年嘅精神，但係祠堂嘅內部卻係瓷磚現代化，就嚟看出客家人敬重祖先嘅心意。陳水quyền係當地陳氏家族嘅族長，也係神道村嘅村長。佢講200年前，陳氏家族中有一個按照陳戶嘅人離開神道村渡海到嚟台灣。陳水扁總統可能就係陳戶嘅第9代子孫，係客家之子，也因為呢，佢一關心台灣嘅消息。我只有靠那个每天晚上的9點的鳳凰直通車，實時直通車來了解台灣那一方面的消息。這個阿扁哈，這邊的人都認識他嗎？認識是不認識，名字會知道，人只能從這個電視上看到。但是因為這個為什麼是這樣講？因為他沒回來，啊，沒回來，就人家就不認識。但是在電視上就知道，哦，那個叫阿扁。知道他是這裡的人嗎？那知道，那現在小孩都知道。在福建石灣談到具有客家種族力量嘅，除了祠堂之外，防御功能一強嘅土樓傳統民意，更加係令人嘆為觀止。來自泥土，日後又回歸泥土。客家建築多麼簡單。
客家的土楼，我是看的比较多，从永定啊那边的看的。其实诏安的客家土楼还是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特点。现在前线嘛，诏安客家土楼是有算下来490多座，490多座的客家土楼。诏安的客家土楼有圆的，有方的，有八卦形的，有半月形的，形式是多种多样，形式多种多样。那么这些土楼我看呢，跟其他地方相比呢，它有一个特点。我的看法就是说，客家土楼的形成是客家人定居与繁荣的标志，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一到柏叶村，距离冇到10几公里嘅小飞乡和关埔乡，些村庄造成系土楼嘅7道布局。将为台湾行政院由夏坤院长嘅主持，在东升楼下祠堂，那就系属于西方型嘅土楼。还有其他有上千嘅屋嘅，按照了一间又一间嘅半月形嘅平面曲线，以天为营造。面对土楼，难怪有建筑师将其比喻成山丘地北度嘅一圈凤凰安尼嘅壮观。其中，关埔乡嘅菜田楼还有楼中楼，反映嚟地方嘅社会组织和经济形态。这墙门，楼墙本来是有2个门的，外面一个门，里面还有一个门。墙的厚度呢是从这里到里面那个。哦，到这里。啊。本来应该在这里的。哎，本来的这个地方，那门都是好好的。本来这个还有一道门。这个楼呢就叫在田楼。在田楼呢，它的特点呢是楼中有楼。这个大的大楼里面还有一个小楼，小楼呢4角形的，啊，这个就是根据前次你那个我们省里面普查的，这个楼是最大的。最大，那里面有多少户人家？大概是80多户吧，现在住的是有80多户。它这个格局跟刚刚我们在那个半月楼看到好像不太一样，这边的格局好像比较大哈。这个是圆的，而且是3层的，是3层的。本来你可以相通，那第2层可以相通，就楼里面可以一直相通。民国76年代，新年1987年，台湾开放到对岸探亲以来，大家也一家嘅意識到台灣和大陸各方面不同嘅差異性。福建小安到今仍然係地貧民困，為了追求更理想嘅生活環境，全身不後退。係當初大部分客家先祖遷徙到台灣為客嘅主要原因。在台灣建立起新嘅家園之後，台灣客家人不再高度嘅強調原鄉情結，而係更加嘅寬鬆嘅對現實生存嘅土地和客家族群嘅親密關係。也今日一種種精彩嘅成績單實實擺在面前。客家建設開台成功。天空啊，落水啊，梅啊，大田里馬來大
汤随便。很强。那我要考一下总统，客家话的爱屋及乌怎么说？小花脸盆，下子脸顺，错么？错的，就是惜花莲盆，喜子连孙。客家话是很优美的语言，阿扁会讲，希望大家也会讲。请大家乡下来讲客家话。台湾实在是一个全世界亲讲的一个国家。人家国家当中有好多有客家，有原住民，有新住民。人家国家里边的文化呢是非常的精彩。我真希望讲在也个族群中间呢，做到大家爱讲客话，唔讲爱好多话，大家有机会学原住民的话。除了讲普通国语以外，各种语言在台湾全部行得通，大家全部谈得识。用互相就有认识、了解、欣赏，用个机会来落实台湾作为一个族群和谐、互相有信心亲讲的一个国家。我希望透过客家大家向前的打拼努力，传承自家的语言，我也呼吁唔係客家嘅朋友來學習，鼓勵佢哋來學講呢客家話，係想落實多元嘅教育，來創造台灣一個美麗親講嘅一個國家，呢係我嘅夢想啦。台灣客家人以無比嘅毅力和堅強嘅意志，保存嚟客家文化，也實現自然環境。假使講，你企在桃竹苗一帶高山蛋糕來看台灣嘅客家莊，有許多人民眼中看來不利工作嘅環境，客家人卻從初期嘅開墾當土、開闢田野，慢慢嚟形成起來，在建立新嘅生活。看你哋到安江嘅客家莊，確實係令人感動。想要認識台灣嗎？繼續從發現台灣嘅客家開始。西的抗議，舊的抗議你要就差別個大船舊講飛飛，西的西邊卡講索。客家人向前行，台灣建立新家園。廣告之後，向下到美麗嘅客家莊來行啊！客家移民來台灣，雖然講時間不同，但留口岸嘅地點不同。客
它呢基于生存嘅需要以及情感嘅联系，也形成了不同年期嘅生活之道。做嚟講，台灣嘅北埔、中埔、南埔和東埔組成有客家人嘅組織，故所用不同嘅語腔，也做得將客家人在台灣嘅生活之道做一個劃分。客家話有一下種啊，你像個苗栗嘅西安啊，新竹嘅海豐啊，台中東勢嘅太埔啊，南部還有綠對腔哈，但是還有一個清重要嘅饒平同接安客。接安客呢，清重要一個所在呢，就在雲林嘅議論論輩雲林縣呢，可以講係接安客保存到清完整嘅一個素材。廣西縣客家話嘅大部分係集中在南部高雄、屏東地區，以及北部桃園、苗栗一帶，東部嘅台東也有。假使講係講海陸腔嘅，就係以新竹縣和桃園嘅新湖、觀音一帶最為集中，東部嘅花蓮也有。還有講饒平腔嘅，分布在苗栗竹南，以及少量參差在桃竹苗、中部平原等地。講太埔腔嘅就係在苗栗竹南以及台中沙港、東勢和新沙一帶。當然還有小灣客，大部分係分布在雲林縣崙背、議論、西螺一帶。至於其他，因為人數比較少，亦難聽到後推廣標準嘅腔調嚟，像係傣族嚟嘅，中原來台灣嘅傣族客家，大部分係棲息在台北縣三芝鄉一帶。老小灣族群腔樣係漢人族群中人數比較少嘅一支，慢慢地成為河洛客。你啊，西安的客語哈，西安的客語和潮州的客語啊，你啊真差別較大哈。哦，像你講的船，啊潮人講飛，啊飛，西安的西邊客講爽，爽啊，你啊水的話啊講飛，啊西邊客講水，水啊，下雨那落雨啊。嗰個落雨呢個書古書潮安卡就兩款嘅圖法。一般所講嘅西螺七坎嘅雲林小灣客家族群，因為本身母語慢慢嘅同化以河洛話嘅環境而形成，再加上本身有聲無字，亦難延續客話嘅精髓，故所在李坤金先生等人嘅帶領之下。小灣漢語研究班想要潛在母語嘅優美以及智慧，並且將其傳承下去。講起來，西螺雲林縣嘅西螺所在佢本身就非常多嘅客家人，但是因為生活長久以後，同好多人共下，所以呢下呢，除了講潮灣客，在崙背、議論一個所在還保留一個當完整以外。其他當道素材呢，已經變到河洛客嘅素材，也就會講客家人在河洛莊同河洛人共下以後實冇講客家話嘅，雖然講河洛客，但是雲林嘅崙背議論一個素材佢還保留有潮灣客，咁樣一完整嘅風俗語言，咁樣嘅一個傳承。像你啊，通時三百首你啊插詞哈，王美寫係插詞，佢講你啊，關出故鄉來，因地故鄉詩，我就講就會你啊講詩就講講詩，來日去從前看妹錯華美。這幾年，雲林議論、崙背和西螺等鄉鎮，已經有國民小學和中學開始教小灣客家話，效果有起步了。未來甚至規劃在雲林崙背鄉興建一座小灣客家文化館來保存傳承現有文物。
唯一遗憾嘅係比較具有代表性嘅客家民居，在園林邊已經冇看到相當嘅打掃。不過繼續向北行，將發現東邊嘅八卦山嘅山腳下，還有一群隱性嘅好老化嘅客家族群。不過，佢哋基礎環境到富良到沿路嘅線性元素大涌村，卻係明顯嘅客家氣落形成。全台灣難得一見家腳流域讓1米次流域，前閘有16條嘅富良，後閘有13條富良。聽講你喺早期以前過程中族群合併之下，好老客族群讓弱勢族群撇記山邊嘅一種防衛形成。這麼多的富農當中呢，發現他們是一個凝聚力非常強的一個族群。他們的堂號呢，刻意的把它改為叫團圓堂，表示一家人都非常和諧、很團圓的意思。那尤其在這個八卦台地的地方、靠山的地方，幾乎大部分都是客家族群。那其實從客家族群的特色當中，我們大概也可以發現，客家人的一個特色就是可以從這個圍牆上面可以看得到哦。一般我們家是閩南族群的時候呢，他都會把天公爐擺在我們家的這個神明廳裡面掛在一個大廳的中間哦。但是客家族群的時候，他們都會理論上會擺在這個圍牆擺在圍牆，而且他擺在圍牆的時候，他會擺在龍邊，比較地位比較尊崇的一個地方。劉氏祖先才以清康熙中葉從福建漳州來台灣。大家出生前，呢兩年一帶維持有8到9嘅建築群，所有嘅屋嘅係以背山面水嘅構思來做標誌，其周圍形成一個家族群落嘅皮膚苗。貼片係家腳流域，本風水師判定為冇害蛇嘅福天。唔看風水地理嘅講究，想把屋嘅生活空間特殊安排，造成充分表現客家人嘅智慧。了解嘅屯歷史嘅萬族地個人客家人哈，在台灣嘅安陽嘅歷史過程當中哈，同好多人嘅想法也當中咧互相影響哈。但是影響當中，千無簡單咧就講像議論啊好啊，論對啊好啊，喺度照按咧客家人哈，係咧真認真地保存安尼客書啦。這兩年，台灣客家文化生命力在客家莊明顯嘅統合起來。客家莊地區度不再只有老人來適應咧，後生嘅客家子弟也開始企出來講，我係客家人。呢個客家風在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致力於營造客家新意象之下，唔單止影響了客家人，也吸引了其他族群。台灣嘅客家人樣扮嚟認同新故鄉，創造新客家面貌呢？文化、美食、人文建設，客家莊嘅新貌為帶動台灣嘅觀光產業。客家人向前行，台灣建立新家園，廣告之後繼續明嘅聲。來聘人嘅辛苦，換來根本嘅家鄉嘅修理。早期本來係茶農、果農、做種農嘅農工，或者係鋼工、連辦嘅工人。台灣嘅客家人勤儉食苦嘅生養，終於打拼出一片天。因為客家人本其他嘅族群，一個最明顯嘅印象，就係客家人味，因為客家人係勤儉嘅民族，勤儉好學，我相信也係因為客家傳統嘅生活方式，所以因為客家，我希望
保存那样个积极的精神，相互群谦，好好的搭点，本人的客家的精神向海外多多的发展。除了补助客家种的特色，当然台湾客家人也无忘本。就连被台湾客家族群最大的中国省市人民节，也重新让台湾人寻到了一个观赏认识的眼光。深耕文化，发展产业，带动观光，发挥合作。台湾随着文化产业的转型来提升。一多年对于客家的认识不再停留于板条美食天天。台湾客家族群的文化艺术、风俗习惯、活动比赛、观光产业、社群团体，还有广播电视节目，已经行业的共享领域不再边缘化。过去的客家人呢，对于自家的文化发通，大部分呢。就自家嘅社团地方，自家攀，自家看。但是呢，现在因为政府嘅鼓励，政府呢主要就讲文化多样性，增强各族群嘅文化主体性，各族群嘅文化应该得到相同同样嘅发展嘅机会。所以呢，有段时间呢，客家人攀发通，不只讲客家人自家看，自家欣赏。日本非常多嘅企业嘅人来支持，有非常多嘅唔係客家人，佢也有嘅，一到朋友也有機會嚟欣賞可以講過去嘅客家呢係一個邊緣嘅角色，係一個社會上冇乜看得到嘅角色。但是呢，最近一3年嚟，客家人真驕傲客家人呢等於講。變到台灣嘅社會嘅一個主流嘅角色，也就係講客家人已經企上台灣嘅文化嘅主流嘅舞台當中央啦，然之後就當驕傲當歡喜講，客家人，本台灣嘅文化更加嘅豐富，更加嘅精彩。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保障และ行銷客家台灣嘅產業และ文化。強化政府老民間嘅協力關係之後，你有冇發現到，其實從衣食住行娛樂各方面嚟看，台灣客家頗具有發展空間。北台灣嘅土種苗、中台灣嘅中莊頭園、南台灣嘅果片，以及東台灣組成有東江嘅客家村落，值得推動優質嘅觀光旅遊以及客家文化嘅新美好。將老嘅新婦有新嘅風情，老嘅見證台灣情。關城林蔭菜桂香，微望香枝好路行，久久風下通人心。綠土陽光加古風，神仙氣候客家風。名妓適應年貌真，客家文物風林面，後山花東也有客，煙草美麗新家園。雖然1999年台灣發生921鐵通，中部客家山上受到嘅創傷非常嚴重。但係事隔多年之後，唔但看到一條客家鄉鎮重建嘅恢復，也看到客家人學會了一件事，解決用辦將危機轉化為轉機。一道鄉親紛紛投入文化生態藝術嘅行列，特別係當地鄉親以客家語言實切嘅講出來出發嘅貼心嘅世界。從嗰一刻開始，心中感覺老土地更加嘅集權呢。這個植物叫海金沙嘛，客家話叫牛斗塞啊。為什麼叫牛斗塞？因為它非常的韌很堅韌，你看這要拔斷都不容易。另外呢，它是全世界最長的葉子，植物當中最長的葉子，因為其實這是它的葉柄啊。所以客家話有一個謎語，用客家話來念叫做。哇哇夸夸，哇哇夸夸，夸夸哇哇哈！千年唔會打字，萬年唔會開花，萬年唔會開花，很好嘛。新塊嘅研發讓風嚟儲存嘅客家莊，
以通作比较慢嘅油桐树，到上面已經開始偷偷生出嚟一道嫩芽。最近幾年放出東家嘅油桐，已經成為苗栗強勢嘅植物群落。每到暮春時節嘅午夜空氣中，飄定淡淡嘅油桐花香。一類類跌下來嘅白花，結合嚟觀光旅遊之後，還做得為客家莊增添產業價值呢。呢兩兩三年可以去講，客家人行出刺鼻，行出新型嘅一點年吼。我希望講更加多嘅客家嘅家庭做得嚟教子弟嚟講客家話，嚟鼓勵人哋後生講客家話。只有講自家嘅家庭裏邊，對周圍一啲客家人有一樣認同，你子弟才會聽見來願意做一個快樂有信心嘅客家人。所以我希望講，呢個人士呢，客家人應該講更加精彩，客家人也個文化嘅豐富性，做得本更加多人嘅認識，客家腔嘅代表。今日台灣嘅客家人不再隱形於城市嘅角落，已經行出來展現客家人嘅精神、老文化之美，同時讓有人注意到佢哋嘅聲音，一種台灣嘅彩體嘅聲音。好，說槍來，說槍來，說槍來，好，你搖了，你後多陣來，搖了，搖別走。客家彩體嘅聲音，客家文化嘅火種，客家人向前行，台灣建立新家園廣告之後，繼續明介紹。大家好，歡迎收看客家電視台嘅新聞快報。我係主播陳水扁。剛才主播，我係記者葉秋蘭。以下在台北市北德路3段10號台灣電視公司面前嘅廣場，設立有2003年。陳水扁總統曾經講過，50幾歲將有機會學客家話，係佢最大嘅遺憾。研究出現過去50年來語言教育嘅打壓所造成嘅，唔單止係客家人，還包括了好多人、老年族民都有同樣嘅問題。呢個報復嘅除了一種讓各族群冇辦法驕傲嘅講出自家嘅母語。早期媒體非常喺公共場合聽唔到客家發言，今下透過廣播已經發出嚟客家母語嘅用語，彩體嘅聲音從台灣嘅天空講出客家嘅熱情和熟悉。好，我係師姐。要到1點鐘嘅時間了，因為不過一天開始冇知道冇偏權啱埋嚟到喎。係哦，偏權簽到嚇，其實睇下個客觀咧，要係入個過分嘅規則。所以最近可能呢度向前啊，一打電話嚟講，哎呀，有啲從偏土啊，有啱流行，都係流行。台灣客家人文化正義有夢嘅象徵，唔單止在地方當局嘅天台，就連國民小學也上緊出聰明。唔看，雖然係按有用嚟嘅一創一彈嘅練習嘅客家戲用青兔子，難怪時常講為了傳承一切嘅辛苦都值得。我們學校為了要傳承客家文化的一個特色呢，所以呢，我們成立了一個三角採茶劇團。那麼一直到現在在我們李主任的這個熱心推動之下呢，
非常有成果。那大年呢，母亲节呢，我就在学校举办呢，庆祝母亲节的客家文化之夜，成果发表会，所以也获得我们社区家长的赞赏，说啊，我们客家文化传承还有嘞这样子呢，所以我就想说，我身为客家人啦，我尽一点我自己的责任啦，能够教多少我就算多少。在戏里有两田凸子，让我感觉到母亲的辛苦和伟大，让我学到祖先传承下来的客家话，还有戏剧，让我的知识更加丰富了。因为我知道祖先留下来的戏剧有什么，我很感谢主任让我学到这个戏剧。这支漫步远行老耐力铁质嘅出去，也从係港铁協辦嘅陳皮嘅老人才所有嘅藝術和文化創作中。以美麗嘅文化體驗來講，透過呢條作品，讓人看到呢啲土地嘅痕跡，其中也參與客家青年無別嘅豪情創姿。苗栗是一个中部的一个比较穷的一个丘陵县。那这个有很多人说，在艺术文学而言呢，它是蛮丰富的。以我个人来讲，在我的作品里面，我把一个我生长的地方的特色呈现出来，可以从几个层面来讲。第一个就是说，苗栗主要是一个客家县，客家的一个早期的一个发展的地方。那么客家人他的文化的特色，他的一个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这些东西在文献上表现。是一个相对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他如何在大的一个时代的这个进步当中，怎么样去面对那里面有呈现了一个缺点，或者说一个危机也可以指出一种方向，那么这些都可以把它表达出来。將台灣客家文化作為全球化中有意義嘅經濟發展資源，必然係發展台灣客家產業嘅重要動力和挑戰。文化嘅累積和推展絕對唔係立竿見影嘅事情，其中還有一長嘅一段路要行。無論係強化文化藝術嘅多元性、學術研究嘅持續成長，還係傳播媒體嘅強力曝光，最大嘅希望，本外府係加深客家人對族群嘅認同，也引導更多人來認識客家。而未來嘅文化傳承，也看今本日客家主題樣板來進行的。相信在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嘅帶領之下，必定能夠讓台灣呢啲土地綻放出更多客家魅力嘅花朵。